文化新眼界，台语就爱着用、着讲、才通开花、搁结籽。来看一个台语的舞剧团，因逐个月拢会办一场古水的广告。这个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海洋生物的多元甲趣味性，就会对因的脚步来听故事，熟悉海底世界。目屎啦，食金马，金马食落嚟。大人囡仔伫咧台大水月湖边仔铺野餐桌啊，对台语妈妈学海洋生物的台语名和食物链的知识。草地下只后变做一尾麻。故事听煞，大家变做一尾又搁一尾的鱼仔，软过海底崩坑。进前囡仔细汉时阵，拢无遮个资源，我就是四界找，其实嘛是真少，真罕有台语的活动。学着足侪鱼啊，像啥物？有沙鱼、海洋，甲有落嚟。逐个月一摆高水的广告活动，毋但大人囡仔感觉真新鲜。一个舞剧团体过来杀舞剧，也伫咧半当前创 podcast， 主题800款，6集平均有5000人次收听。为什么拢看袂到神？是安怎爬也会行路啊？台语毋是一个干那会当讲做日常、做简单的物件，嘛会当甲囡仔来讨论一寡科学的物件，甚至是一寡最新的物件，也是知识的物件。为着拖舞剧的景，民间团体办活动，培训台语广告师的人力，也办讲座、做广播节目。在咧有限的文化部补助之下，众人做伙替舞剧尽一份力，也希望豆豆仔甲伊对咱的生活中捡到转来。记者阿敏珍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